按教會傳統，使徒約翰活到好老，老到要俾人抬進聚會。早期教父耶柔米記載，晚年嘅約翰已經冇氣力講長篇道理。每一次俾人抬進以弗所嘅教會，佢都只係話同一句話：小子們啦，你哋要彼此相愛。咁信徒問佢，點解來來去去都係呢一句呢？老人答：因為呢一個係主嘅命令，只要呢一件做到咗就夠啦。聽起嚟好似一位慈祥到極點嘅長者，但如果你認識年輕時嘅約翰，你會覺得不可思議，因為當年嘅佢係完全相反嘅一個人。約翰係西庇太嘅仔，本來係加利利海邊嘅漁夫。耶穌俾佢同佢阿哥雅各起咗一個名半尼奇，意思就係雷子。呢個名唔係白起嘅。有一次，撒瑪利亞嘅一條村莊唔肯接待耶穌，雅各同約翰即刻反應：主啊，你要我哋吩咐火從天上降落嚟消滅佢哋嗎？成條村佢哋嘅第一個衝動係將佢燒晒。耶穌轉過身嚟呢，責備咗佢哋。仲有一次，佢同哥哥嚟到耶穌面前，喺馬太福音裏邊呢，係經由佢哋嘅母親出面。要求話喺你嘅榮耀裏面，等我哋一個坐你右邊，一個坐你左邊。其餘10個門徒聽見就惱怒啊，因為呢兩兄弟想搶最高個位。後生嘅約翰火爆好勝，想坐高位，佢絕對唔係一個你會用溫柔慈愛去形容嘅人。但呢個火爆嘅少年呢，身上有一樣嘢始終冇變嘅，佢係離耶穌好近，佢係耶穌所愛嗰個門徒。最後嘅晚餐呢，佢挨近耶穌嘅胸膛。十字架下，幾乎所有男門徒都逃跑咗，但約翰企喺嗰度。耶穌從十字架上面睇見自己嘅母親，又睇見約翰，就對母親話：看你的兒子。又對約翰話：看你的母親。從嗰時起呢，約翰呢就接母親到自己屋企。耶穌將自己喺地上邊嘅母親交俾咗呢個曾經想叫火燒人嘅門徒。嗰一刻，雷子接過嘅唔係一個座位，而係一個責任，好似仔咁樣去照顧一個失去仔嘅母親。當年佢求嘅係右邊、左邊嘅高位，如今主俾佢嘅係企喺十字架腳下，接過一份卑微而沉重嘅託付。復活嘅清早，約翰同彼得一齊跑去墳墓。約翰跑得比彼得快，先到卻只係企住往裏睇；彼得後到卻先衝入去，然後約翰亦都入去，看見就信了。五旬節之後呢，呢個曾經想坐高位嘅人同彼得一齊企喺聖殿醫好生嚟瘸腿嘅人，又一齊被拉到公會面前受審。當年想坐被高舉之位嘅，如今一同企喺被告之席。後面嗰人係被醫好瘸腿嘅，係彼得同埋約翰嘅見證人。又睇見嗰個治好咗嘅人同佢哋一同企住，就冇話可駁。然後兩個雷子之中，哥哥雅各先走咗。希律王用刀殺咗雅各，佢係12使徒中第一個殉道嘅。當年一齊求火、一齊求高位嘅兩兄弟，一個最先離世，一個卻活到最後。哥哥走咗，但約翰冇走，佢留喺耶路撒冷，成咗眾人眼中嘅教會柱石。亦即喺嗰段日子，曾經逼迫教會，後來被主翻轉嘅保羅同埋巴拿巴從安提亞上嚟，要將一件事擺喺耶路撒冷嘅領袖面前。神已經將福音嘅門向外邦人打開咗。呢件事喺當時並唔簡單，外邦人信主要唔要先受割禮、守摩西律法，成個初代教會為此爭論不休。而約翰連同耶穌嘅細佬雅各同彼得作出咗一個影響深遠嘅決定。
保羅後來親自記下呢一刻，佢哋向我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禮，叫我哋往外邦人嗰度去。一個曾經想叫火燒滅撒瑪利亞村莊嘅人，如今伸出右手接納一個專去外邦人中間傳福音嘅人。右手行相交之禮，代表成立一個團契，希臘文 koinonia 係一個深切嘅同盟與信任。佢哋分咗工，雅各、約翰同彼得向猶太人傳福音，保羅同巴拿巴向外邦人傳福音，而佢哋係同一肢體。呢個係初代教會最偉大，亦都最動人嘅時刻之一。保羅殉道咗，彼得殉道咗，雅各早就走咗，一個又一個同伴離開咗世界，而約翰仲喺度。相傳佢晚年喺以弗所牧養眾教會，一直活到好老。喺所有使徒之中，教會傳統話佢係唯一一個唔係死於殉道，而係壽終嘅。有一句話跟咗約翰一生。復活之後，耶穌對彼得預言佢將來要點樣為主而死。彼得回頭睇見約翰就問主啊，呢人將來如何？耶穌話：我若果要佢等到我嚟嘅時候，與你何干？呢句說話傳開咗，門徒之間就起咗一個傳言，話呢個門徒唔會死。約翰自己喺福音書裏邊特登澄清，耶穌並冇話佢唔死，淨係話我若要佢留到我嚟。但係呢一個留字希臘文 meno 常在、住下、停留，偏偏正係約翰一生最熟悉嘅字，係耶穌講過嘅。你哋要常在我裏面，你哋要常在我嘅愛裏。葡萄樹與枝子，枝子結果唔係靠自己用力，而係靠佢連於樹，住喺樹裏，生命嘅汁液自然流通，自然結果。所以你睇咧，約翰並冇靠自己嘅努力將雷子改造成愛嘅使徒，佢只係一直留喺耶穌嘅愛裏，一直常在，一直唔走。年老嘅約翰因為神嘅道同埋為耶穌作嘅見證，被放逐到一個叫拔摩的海島上。就喺呢一個流放嘅孤島上面，呢位孤單嘅老人睇見咗異象，天開咗，寶座、羔羊、號角、審判、新天新地。有一件事好值得留意，嗰個年青時想叫火從天降下嘅雷子，晚年所睇見嘅異象裏，真係滿咗火與審判。但呢一次，火不在佢手裏，而且異象嘅結局唔係消滅，而係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。神與人同住。當年嗰團火終於揾到佢該去嘅地方，唔係去消滅一條唔接待耶穌嘅村莊，而係交喺神嘅手中，等候神親自擦乾每一滴眼淚嗰一日。約翰寫下咗新約裏關於愛最深嘅句子：神就是愛，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。你能想象嗎？嗰個曾經想叫火燒人嘅人，最後用一生去講神就係愛。呢個唔係一套性格改造課程嘅成果，呢個係一個人幾十年常在主嘅愛裏，俾個愛一啲一啲重新塑造嘅結果。所以晚年嘅佢被抬進聚會，只講一句：小子們啊，你哋要彼此相愛。佢唔係江郎才盡，無話可說，佢係將整整一生濃縮成呢一句，因為佢終於明白呢一件若做到咗，就真係夠啦。如果馬可係一個逃走然後悔過嘅人，約翰則係留低嘅人。
神嘅恩典都可以喺兩者身上發生。約翰年輕嘅時候，佢想用火去對付不愛佢嘅人；年老嘅時候，佢用一生去傳神就係愛。你嘅脾氣、你嘅性情，你後生嗰陣嗰啲連自己都覺得不堪嘅衝動，神不一定即刻將佢攞走。但係你若果肯似約翰一樣，一直常在佢嘅愛裏唔走，幾十年落嚟，佢會將嗰啲嘢練成你意想不到嘅祝福。唔係靠你改造自己，係靠你住喺個愛裏。願我哋亦都似約翰一樣，一生常在主嘅愛裏，直到最後只剩返一件事，彼此相愛。約翰一生留低5卷新約書，差唔多佔咗新約27卷嘅1/5。按教會傳統，呢5卷大多寫於佢晚年喺以弗所一帶牧養眾教會嘅日子，約主後85至95年，比保羅嘅書信晚咗整整一代人。嗱，亦都要老實講一句，呢幾卷書約翰文集嘅作者問題，聖經學者之間有唔同睇法，尤其啟示錄嘅希臘文風格同約翰福音差異頗大。早喺古代就有人提出疑問，以下按教會傳統嘅歸屬嚟介紹。約翰福音寫於以弗所，約翰喺以弗所牧會咗好長一段時間。當時其他3本福音書馬太、馬可、路加已經流傳，約翰寫作嘅目的係為咗補充其他福音書未記載嘅細節，並更深層次咁闡述耶穌嘅神性。連串我是嘅宣告，我是生命嘅糧，是世界嘅光，是好牧人，是道路真理生命，7個神蹟作為記號。約翰自己道出寫作目的，但記這些事，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並且叫你們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約翰一書寫於以弗所，呢個係一封寫俾佢所牧養嘅眾教會嘅信，更似一篇講章。當時已經有早期嘅異端否認耶穌係憑肉身嚟嘅，即否認佢真實嘅人性。約翰寫信糾正，同時反覆講兩件事：信徒可以確知自己有永生，以及彼此相愛。神就是愛呢句說話，正係出自呢卷書。約翰二書非常之短嘅一封信，寫俾蒙揀選嘅太太同佢嘅兒女，好可能係指一間教會，內容簡短而懇切，要彼此相愛，亦都要提防嗰啲唔認耶穌嘅迷惑人者。約翰三書同樣好短，係寫俾一位名叫該猶嘅信徒，傾嘅係好實際嘅事，要好好接待嗰啲四處傳道嘅工人，同時點名一個叫調特腓嘅人，因為佢好作首領，竟然拒絕接待弟兄。短短一封信，卻俾我哋睇見初代教會真實嘅人事張力。啟示錄傳統認為喺主後95年，羅馬皇帝多米田 Domitian 要求人民將佢當作神嚟敬拜，並開始大規模迫害拒絕妥協嘅基督徒。約翰因此被流放拔摩海島。開頭係寫俾小亞細亞7間教會嘅信，責備、安慰、勉勵。之後係一連串異象，直到最後嘅高峰，新天新地，神親自與人同住，擦乾一切眼淚。根據早期教會歷史學家如優西比烏與 Eusebius 嘅記載，約翰喺公元96年獲釋，並返到咗以弗所，他死在那裏。而成本聖經最後2節係呢位最後離世使徒嘅禱告同埋祝福。主耶穌話：
我願你來。願主耶穌嘅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。阿門。